好，賽事已經開始咗半分鐘啦，唔好意思。咁不過正話未有入球嘅，唔使太擔心。呢場係 A 對 D 嘅賽事，亦都我哋今日單循環嘅最後一場啦。咁啊，黃衫 suppose 暫時戰績係唔錯嘅，但係都有輸過波。咦，唔係喎，其實大家戰績應該好接近㗎，真係要數據部再分勝負啊！咁啊，而家白衫做咗一個進攻 ，Carlos 同阿和今日算係外線嘅組合。咁啊，一個防守籃板俾阿簡執到。咁啊，希少阿成俾翻出嚟 Colin， 其實今日黃衫都未算好用到 Colin 嘅優勢，不過都好夠型㗎啦。仲有阿麗嘅外圍。咁啊，呢球又移咗少少，咁啊俾白衫睇穿咗。好，咁啊外教練作出攻勢。好，俾阿和呢邊。今日阿和遲少少嚟嘅，暫時未進入狀態。好，外俾翻出阿康度，俾翻出阿和，有一個中距離 short 咗。阿簡俾出去嘗試幾個長傳啊，希少冇做好啊！哎呦，好靚啊！呢球遠距離嘅高板勾手。阿呆都放得恰到好處，不過呆教練隻腳似乎差啲喎。好，副高，過半場，醒目仔，首先利用綁鞋帶拖慢節奏。賽事到2分鐘啦，比數暫時係2-0。好，黃教練。又一球發攻，追到4-0。好，我哋翻卡洛斯高位控制。卡洛斯俾咗股高一個出手，都夠防啦。有一個快攻嘅機會，回後俾阿醒目仔，哇！呢球擺脫得靚，可惜出手咧就有少少出嘅。好咧，嘗試唔放人啦，攬實個波，個波，最後就 jump ball， 副高差贏咗。好，最後教練不服啦，俾翻個波阿禮。好，醒目仔俾佢 Colin， 一個3分出手，靚波。比數黃衫嚟到7分啦，暫時係7-0啊。暫時比數俾佢一面倒，咁睇下白衫有冇機會可以追翻先。阿和嘗試俾落去，不過俾希少 block 咗。俾咗康，黃衫嘅防守都好積極啦，企位亦都好唔錯，甚至步步進逼添。阿康都差啲要甩啦，而家阿康落咗去低啲，俾阿和你就翻出嚟啊！哇，捉一落角位，俾翻遠啲，哎呀，可惜壓力度大啲，卡洛鎖唔到啊！好，力度大啲，但係阿康嘅 turnover， 但係為球甩手，跟住再俾一球過於大力嘅俾阿醒目仔，結果又甩咗。正式嘅冤枉嚟啊，溫盈去。好，咁到阿康啦。而家過半場，去咗卡洛索。咩事？而家唔係7-0咩？哦。OK， 係唔記得減分啊？好，已經過咗5分鐘啦。9-0，唔該。比數嘅面度啊，而家去到9-0，黃衫領先。白衫俾人逼得好出啊！我哋睇外邊又逼住橫傳，所以都幾無助。
好，俾個副高。但冇辦法咧，有時女仔咧可能傳球嘅力度相對弱啲，咁所以就好難作出一啲好快速或者好有力度嘅傳送。好，外教練差啲就可以再攞到個進攻籃板㗎啦。好，咁壓咗落去，希少度再放翻上嚟俾一成。石木仔放俾希少出翻嚟一間。阿禮3分出唔出手？唔出，俾個 Colin。哦，唔爆喎，俾翻阿間喺外圍，射唔射咧？但係唔需要急啦。好，到8-3，開翻個界外球俾咗教練，由教練運過半場，先放翻俾卡路，俾翻教練，落咗坑度，會，好一個快攻孖寶，小木仔決定自己搶埋啦，比數去到11-0啊！最後3分鐘，加油啊，白衫！Good try 啊！有射門先有入球啊，唔怕射多啲啊！哇 ！Colin 使出去嘅天歐絕技，比數嚟到13-0啊！康用你招勾手啊！阿和出多啲手啊，唔怕。有一個 turnover。好波啊 ！Good D， 加油白衫！Good try 啊！仲有2分鐘。好波！呢個防守籃板啦，康放一球快嘅，阿呆已經喺底啦。揀一個硬朗嘅防守 ，Trevor 就分半鐘。啱啊 ，good try 啊 ，good try 啊！好吧。最後1分鐘。比數嚟到15-0啦。30秒。仲有10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嗶嗶。好，最後比數黃衫贏波15-0啊，一場血洗啊！